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迪太，多謝大家對瑞士交通攻略嗰條片嘅支持。今日我就會講下16日瑞士裏邊我嘅行程規劃，我嘅住宿揀咗咩地方，停留咗幾多日，同埋一啲小貼士俾大家嘅。大家記住睇到最後啦。16日行程裏邊，我選擇咗5個住宿點，大家可以睇下呢張圖。我哋到達同埋離開瑞士都係喺 Zurich 蘇黎世機場，但係我哋第一日到瑞士蘇黎世嘅時候，我哋並冇停留，直接就去咗第一個落腳點留心。大家見到我都係一直向下玩嘅。住完留心之後，我去咗 Interlaken、Grindelwald、薩馬特，而最後先上返 Zurich 做尾站，再搭飛機離開到布拉格。接住落嚟，我會逐個落腳點咁介紹下，講下一啲嘅住後感啦，我嘅行程景點介紹，一啲體驗嘅分享。最後我都會分享，如果上少女峰除咗我呢個安排之外嘅建議，我仲會話你哋知邊度要特別注意扒手，分享埋我哋俾人偷錢同埋報警嘅經驗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去留心先啦。大家可以見到我哋喺留心住咗4晚。當日我哋朝頭早7點50分落機，直接就由蘇黎世機場搭火車去留心。火車嘅距離大概1個鐘多少少啦。原本諗住放低行李喺酒店之後就出發噶啦，但係由於我哋當日由香港出發嘅時候，淨係着住短袖風褸同埋牛仔褸，我哋喺市區都已經覺得有啲涼涼地啊，所以上山就有啲驚頂唔住。真係估唔到第一日就要出動2件羽絨，搞到我第一日就成個粉人咁上山。如果我哋計劃係順時針咁樣玩金色環遊上皮拉圖斯山嘅，即係我哋會分別坐氣船啦，再搭被譽為世界最陡峭嘅48度齒軌列車上到皮拉圖斯山，到回程嘅時候坐返全景大纜車同埋小纜車落山，最後先再坐巴士返留心車站嘅，一次過感受晒4種交通工具。但係點知當我哋11點幾去到碼頭想買船飛嘅時候，個買飛姐姐就同我哋講，下一班船出發之後係唔會夠時間玩金色環遊嘅。咁當我個腦開始出現點好呢嘅時候，佢就非常好咁樣俾咗個建議我哋，就係建議我哋調翻轉嚟玩。咁即係我哋要先坐巴士，再坐纜車上山，最後先坐翻齒軌列車落山，再搭翻船翻留心。佢仲教埋我哋去邊度搭車。非常之感恩佢閂咗我哋一道門，再隨即幫我哋開返一扇窗啊！呢個位我係有啲大意嘅，一心諗住都仲係咁早，應該冇問題，我就冇細心咁樣去睇個 timetable。但係的確外國嘅交通真係要留意時間，大家都要記住確定咗時間表去計劃，唔好好似我咁啦。其實我去之前已經做過 research， 點解我開頭會選擇順時針咁樣去玩呢？係因為第一，齒軌列車向上嘅話就會更加感受到佢嘅傾斜度，而且喺 Queen's 嘅纜車站距離公車呢段路裏邊逆時針嘅話就會係上坡路，但如果順時針回程嘅話就係向下走，會舒服好多。我哋搭完小纜車之後，我哋會到達一個中轉站，呢度好多戶外活動，所以大家無論係邊個玩法都好，都記住要喺呢度停留。喺呢度我哋都玩咗瑞士最長嘅夏季雪橇，雪橇去到最底之後佢會向後拉返你上山，令你可以好寧靜咁樣去享受周圍嘅美景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放過啦。玩完之後，我哋就再轉搭全景纜車繼續上山啦。最後我哋終於去到我哋今日嘅目的地，海拔2132公尺嘅皮拉圖斯山頂啦。佢仲被譽為龍嘅巢穴。一開始入到室內已經被窗外嘅美景吸引住啦，望住出邊呢個景嚟嘆杯咖啡食住個 cake 真係超爽啊！之後我哋仲行出室外，第一日嚟到瑞士見到呢個景其實真係好開心。如果你問我 Pilatus 呢個地方真係要嚟一次。之後我哋繼續上，沿途都好靚，不過當日其實係有啲霧，我相信如果天氣好啲嘅話係會更加靚嘅。之後我哋終於要坐全世界最陡峭嘅齒軌列車落巴山啦。如果坐呢架列車嘅話，揀坐最前一排或者最後一排嘅景觀都會更加好嘅。沿途上我都見到好多健行嘅人士落山，其實佢健行路線嘅景色都好靚噶。大家如果有預留時間又中意健行嘅話，都可以考慮下。
落到山之後，就到我哋逆時針之旅最後一個交通工具，搭船返留心車站啦。沿途上都有好多人同我哋一齊去碼頭。呢一程船就係我哋喺瑞士裏邊搭過嘅唯一程船，因為我買咗 Swiss Travel Pass 嘅頭等關係，呢程船我哋都可以坐到頭等嘅。由於搭完通宵機好攰，再加上想快啲梳洗，我哋第一晚就喺車站同埋超市 Coop 度買咗啲嘢食，返酒店食完就完成咗第一日嘅行程啦。順帶一提，Coop 絕對係你去瑞士唔可以唔識嘅一個地方，係2間大型超市之一。佢絕對係遊瑞士嘅恩物，同埋佢嘅雞髀係絕對要試食噶。我出發之前已經見到好多人咁講噶啦，所以我第一晚就揀咗佢，的確係非常唔錯噶。到咗住宿留心嘅第2日，我哋就選擇咗去瑞士首都1日遊。其實好多人都以為蘇黎世先係瑞士嘅首都，但其實唔係。瑞士嘅首都係 Bern 柏恩，係一個以熊為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城市。由於柏恩嘅景點同埋商店街都比較集中喺舊城區，所以我哋就計劃喺呢度1日遊啦。大家可以睇下個地圖，其實要去嘅景點都唔難揾，主要咧都會係時鐘塔啦、愛因斯坦嘅故居、食銅噴泉、紅公園同埋玫瑰園等等。迪莎呢就非常之欣賞呢個地方，因為柏恩呢係可以俾到你一種好深嘅文化氣息。舊城區嘅兩側都係一啲拱形長廊嘅商店街，有時仲會睇到好多好靚嘅壁畫喺啲建築物上面，仲有一啲係通往地下室嘅商店，成條街都會俾到一種好似好古老但係又好特別嘅感覺俾你。而且柏恩除咗名為紅都市之外，都有被稱為噴泉之都，一路上都會見到好多好多唔同顏色嘅雕像噴泉，每一座都分別有佢哋各自嘅傳說。我呢就冇逐個去研究啦，但係有一個噴泉呢，我係必須要揾嘅，就係食銅噴泉啦。點解我要揾佢呢？就係因為我要去佢隔籬嘅一間人氣餐廳。食銅噴泉嘅雕像，你見到佢真係食緊個小童噶，細心咁睇，其實都幾得人驚。柏恩有一間人氣非常之高嘅地奧餐廳，好多嚟旅行嘅人都會慕名而嚟。我哋嗰日咧就係訂咗中午嚟食嘅，坦白嚟講，我哋就覺得嘢食麻麻地，冇乜特別嘅。但係淨係食個景啊，佢餐廳嘅環境，我哋就已經覺得值晒啦。所以我都會推薦大家必要嚟一次嘅。食完嘢之後，我哋就出發去紅公園同埋玫瑰園啦。既然柏恩係被譽為紅都市，冇去過睇熊又點算嚟過呢？紅公園係沿住亞勒河畔建立嘅，你行到河岸邊嘅時候，就可以見到啲熊自由咁樣穿梭喺舊熊園同埋新公園之間。之後一條路上玫瑰園。題外話，喺歐洲令我最苦惱嘅就真係溫差。當日下午咁樣行法，雖然沿途景色都好靚，但真係熱到癲咗。唔知係季節唔啱定係點解，當日我哋上到去就冇乜見到玫瑰。不過呢，就有一個好大嘅公園同埋草地。如果有小朋友一齊同你同遊嘅話，我覺得可以預留多少少時間嚟呢度。最後我哋冇行返火車站，選擇咗搭巴士返過去，再搭火車返留心。留心同柏恩嘅一程火車時間大概個半鐘到啦。第2日行程我哋就完咗啦。到咗第3日，我哋就去喺瑞士第一個雪山鐵力士山。我哋喺留心出發去英格堡車站，車程大概43分鐘。去到之後，我哋可以選擇步行10分鐘過去英格堡嘅鐵力士站車站，又或者坐1號公車過去。咁頭先我哋係搭完火車去英格堡嗰度咧，落咗車之後咧，咁嗰度就已經買咗飛啦。咁其實呢一度咧都可以買飛嘅。咁我哋之後就由嗰個火車站咧搭咗
2分鐘到啦嘅 shuttle 咧就過嚟到呢度。咁之後我哋就會搭3架纜車咧上去呢個鐵力士山噶啦。咁頭2架都係普通纜車嚟嘅。而去到山頂嗰架咧，最尾嗰架咧就係360度咧，係全球首創360度，佢會自己轉住咁樣嘅一個纜車，係啦，佢可以容納到咧80人左右嘅。咁所以其實當到時咧，我哋淨係企喺個位度嘅時候咧，咁就已經係可以睇到晒所有嘅雪山景噶啦。咁我哋而家出發啦。不過當日搭嘅頭2程纜車，我覺得有啲奇怪，好似同我之前睇嘅有啲唔同。如果大家去完之後真係同我唔同嘅，都留言話翻俾我聽啦。不過好彩，最後嗰架都係360度旋轉嘅纜車。360度旋轉纜車嘅景，我覺得之後落山嘅時候 iPhone 影得靚啲，所以俾晒2條片你哋睇啦。我哋終於到咗海拔3020公尺嘅鐵力士山啦。可能係因為9月尾嘅關係，喺印象之中雪山嘅景色的確係有少少落差。不過其實已經好靚。原本好驚吊橋同埋窿窿地嘅我，望住呢一片嘅靚景，好似所有嘅恐懼都一掃而空。嚟雪山一定要點啊？嚟雪山一定咧要大超，因為咧真係太過曬啦。喺呢一個白雪下反射出嚟咧，基本上係擘唔大隻眼噶。所以上雪山嘅朋友記住要大超啦。鐵力士山頂總共分5層，行完冰川上邊嘅冰洞之後，我哋可以行下啲紀念品商店，同埋去鐵力士山頂餐廳醫肚。餐廳呢有分自助選區同埋服務區，環境都唔錯噶。如果坐近窗邊望住個雪山景用餐，就更加一流添。今日嚟呢個鐵力士山呢，係有啲失望嘅，因為原來9月份呢個9月尾啦，其實真係唔算係好多雪啦，所以如果有機會嘅話呢，一定會係冬天呢會再嚟過，因為呢睇咧之前冬天嘅時候呢，除咗滑雪之外，都有好多啲雪上嘅一啲遊覽可以玩咯。但係而家真係其實真係冇，但係都好彩可以行到嗰個吊橋，係啦。落返山之後見天氣幾好，回程我哋就選擇行去英格堡火車站。去到嘅時候見未有車，仲喺附近公園行咗陣添。到咗住宿留心第4日，
呢一日就係我喺交通攻略條片度所講，唯一一日冇用到 Speed Travel Pass 嗰日。全日我哋都留喺留心休閒咁樣遊覽。當日朝頭早，我哋第一個地點就係去古奇城堡，佢係位於南岸嘅山腰之上嘅一個白色城堡，係要坐纜車抵達嘅，所以上到去係可以盡覽留心市區嘅景色。因為呢個天氣，所以我哋都決定唔去城牆啦。城堡本身係一間酒店，佢亦都有餐廳，大家可以考慮嚟呢度住宿或者用餐。不過當日朝頭早落住雨，餐廳又冇開，所以我哋都係周邊行咗個圈就走啦。之後我哋落返市區，最後一日喺留心，所以決定去食個留心批。嚟咗留心幾日，日日都經過留心地標卡貝爾橋，終於等到今日認真咁樣上橋睇下參觀啦。佢建於1333年，被譽為歐洲最古老嘅木橋。橋中8個形嗰個高塔曾經做過監獄、拷問所、瞭望台同埋金庫。橋裏邊亦都有120幅喺17世紀時候繪畫嘅留心歷史圖畫。不過好可惜，就喺1993年嘅時候，一次意外，大部分嘅橋段都被燒毀，後嚟再重建，恢復原來嘅樣貌。留心其實仲有另一座廊橋，斯普羅耶橋，佢又被稱為死亡之墓橋，因為橋上邊有67幅死亡之墓嘅系列畫作。喺卡貝爾橋嘅左岸係耶穌會教堂，大家千祈唔好忘記去參觀啊！佢係免費開放嘅，當你一打開門望入去嘅時候，絕對係會令你驚嘆，所以一定要去。另外有一個留心景點，我都認為係必須要去嘅，就係垂死獅子像啦。因為佢同市區都有一段距離，所以我哋今日漫遊留心就啱晒啦。可以慢慢咁行下天鵝廣場，喺湖邊食下雪糕，欣賞下周邊嘅建築物，感覺都好寫意噶。順帶介紹一下，喺瑞士你唔會見唔到呢一間麵包店嘅，特別喺留心，你更加覺得佢就好似無處不在。佢裏面嘅馬卡龍係一定要試噶，我就覺得比起香港同埋瑞士另一間出名朱古力店都好食。不過其實佢哋係比馬卡龍細粒，亦有另一個名嘅。色彩繽紛，好多口味噶，大家一定要試啊！垂死獅子像係紀念法國大革命嘅時候瑞士僱傭兵而設嘅。其實去之前呢，我對呢個景點就冇乜期待，覺得都係一個像咁上下啦。但係去到之後呢，唔知點解佢俾到一種好莊嚴同埋都幾震撼嘅感覺我嘅。雖然地方係細，但係都有一種令我唔想離開嘅感覺。獅子像隔籬有個冰河公園，如果有 Speed Travel Pass 嘅朋友係可以免費參觀嘅，但我哋今次就冇去啦。留心亦都有間 casino， 我哋經過之後就入去參觀同埋玩咗幾鋪，之後我哋就返市區食韓式晚餐，食炸雞啦。餐廳裏邊嘅裝修都幾特別嘅，至於好唔好食呢，我就覺得係睇個人嘅口味。本身呢，我就係一個唔中意食醬料嘅人，所以椒鹽對我嚟講呢都係唔錯。但係如果好似迪山咁樣去中意食醬嘅話呢，佢就會覺得有啲乾啦。但係嚟到瑞士，其中一餐可以食到炸雞，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不過大家如果要嚟呢度嘅話，記住要 book 位啦。我哋係咁啱有得搭台先食到咋。喺留心最後一晚，我哋都喺市區度周圍行，第一次咁欣賞夜晚嘅留心。原來夜晚嘅留心都好熱鬧，夜景都好靚，所以我建議大家都要預留時間喺留心度留宿啦。到咗第5日，我哋就淋住雨推住行李咁樣離開咗留心到 Interlaken 因特拉根啦。Interlaken 係一個比較多人會選擇落腳嘅住宿地點之一，因為好多人規劃前往少女峰區都會揀呢一個地方嚟做起點。我哋由留心到 Interlaken 嘅車程大概1個鐘頭零50分鐘左右。Interlaken 係少女峰山腳下嘅一個小鎮，因為佢係位於2個湖中間而命名嘅。佢亦都係韓劇《愛的迫降》嘅取景地之一，所以成為咗熱門嘅觀光小鎮。Interlaken 有2個火車站，東站同埋西站。一般火車都係會抵達東站嘅。如果交通方便啲嘅話呢，東站係會方便啲。但係如果比較多商店嘅話，就係西站嗰邊。所以我哋就揀咗西站嗰邊住啦。東站同西站其實都會有火車或者係城鎮嘅公車連接。如果時間許可呢，係可以散步到另一個車站嘅。但如果時間緊迫或者係拎住行李嘅話，就千祈唔好啦，因為我感覺都係有啲遠嘅。坦白講，今次行程我對 Interlaken 嘅感覺呢，可能係最唔好嘅一個地點，因為呢2日呢咁啱就天氣都好差啦。
基本上喺 Interlaken 都係落雨，所以我係冇乜真正咁樣行過感受過呢個地方。住宿咧亦都係成個旅程裏邊最麻麻嘅一間，所以我發覺拍嘅片同埋相咧都好少。對 Interlaken 嘅分享我真係唔多，但係我相信呢個只不過係我個別嘅體驗，因為我見其他好多人分享 Interlaken 都好靚同埋好多嘢玩，所以我建議大家都可以再睇下其他人對 Interlaken 嘅意見。不過好好彩，我由 Interlaken 出發嘅3個景點都非常之滿足。其實之後因為天氣關係改行程，我哋都有翻咗嚟 Interlaken 一日嘅。食咗一間好推薦嘅匈牙利餐，我之後都同大家分享。咁依家我就先同大家分享呢2日嘅3個景點先啦。呢一日其實我哋都有嘗試去愛啲碧岸嘅2個取景地，但係第一個景點去到嘅時候落雨，仲越落越大，所以冇真正揾到，我哋就走咗啦。不過好幸運咁樣，我哋可以嚟到第2個景點——聖格尼斯威爾泉景橋。呢條懸索橋連接住兩邊嘅城鎮，佢高180米，長340米，兩邊嘅景色都好靚。但係佢唔止高，佢仲係會搖，所以起初嘅時候呢，真係有少少腳軟。但係我覺得呢條橋係值得嚟打個卡感受下嘅。愛的迫降劇中女主角孫藝珍呢，就係打算喺呢條橋度跳橋噶啦。第6日我哋就去咗另外2個景點，第一個就係藍湖。傳說中藍眼少女嘅眼淚係一個好淒美嘅愛情故事。成個藍綠色嘅湖入到公園就好似發一個秘境咁樣。藍湖1年4季都各有美態，秋天呢就有紅葉，冬天呢就鋪滿白雪，夏天嘅時候呢仲可以喺湖上面坐艇仔遊湖。由於佢有獨特嘅礦物成分，令到水溫呢長時間都係維持喺攝氏6至10度，終年都唔會結冰嘅。有藝術家咧就製作咗少女嘅雕塑咧喺湖裏邊，大家都可以嚟尋下寶噶。藍湖裏邊呢，其實都有幾條嘅郊遊路徑，但係我哋就冇行啦，淨係沿住個湖邊咁樣去玩。雖然感覺咧佢呢度唔係好大，但係其實都會用上你唔少時間嘅。之前呢都有朋友問過我值唔值得嚟，我覺得咧就要睇情況嘅，因為始終都要坐過車之後再轉公車。順帶一提，來回嘅公車嘅時間呢，記住要留意嗰啲班次，因為1個小時先一班噶。如果你時間充裕，又可以順便玩埋附近景點嘅話呢，我覺得係值得嚟嘅。但係如果你時間有限，仲要專登過嚟嘅話呢，我就未必會選擇啦。反而我會選擇之後介紹嘅呢個地方希段湖。由藍湖出發，坐公車到 Kanderstad 嘅車站，落車之後跟住指示牌行就可以噶啦。去到纜車站路段呢，會經過個大草地，唔知點解淨係見到片草地，內心都已經豁然開朗。我哋上纜車嘅時間係3點半，但係買飛姐姐就提到我哋5點鐘呢就係最後一班纜車落翻山，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呢係千祈唔好咁晚去，因為上到去呢係仲要行一大段路先到個湖度嘅。上到去呢，迪山就玩咗2次雪橇。嗰日沿途都好大霧，加上要回程趕翻尾班嘅纜車，所以我哋見到個湖打咗個卡就走咗啦。但係當我哋回程偶然回望嘅時候，竟然見到啲霧開始散咗啲，突然見到個雪山景，真係好靚好靚，好壯觀。嗰下嘅興奮心情咧，係真係到今日都仲記得。我估係因為冇預計之下意外咁出現嘅驚喜啦。嗰個壯觀呢，其實真係影片都展示唔到。我哋一路回程一路回頭望，不過當翻到纜車站嘅時候呢，啲霧又開始將所有嘅景遮住晒啦。所以我都好感恩佢出嚟見咗我哋一面，令到我哋對呢一個地方有一個好深嘅體驗。而且我決定有機會嘅話，我一定會再嚟。我可能會計劃健行，因為呢邊都有啲健行路線都好靚噶。依家我淨係講咗2個地方，但係條片已經咁長啦。但係我仲有最愛嘅 Grindelwald 同 Summit 住宿點，我都仲未介紹。仲有必要去嘅尼恩瀑布、雪狼峰、瀑布村、First、菲斯特同埋少女峰，仲有最完美嘅一日馬特洪峰健行、冰川天堂、黃金日出，仲有好多都未講。仲有4間必食嘅餐廳推薦，仲要因為天氣不停咁改行程，同埋冇晒去布拉格盤村要報警嘅體驗經歷，我都全部未講。唯有下一條片再見啦，大家一定要密切期待。最後鍾意我分享嘅內容同埋覺得有用嘅，記住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啦，拜拜。